嗯嗯嗯。我不会是在梦游吧？难道我是到了路边洗头店，到了三温暖？娘娘吉祥。娘娘该起床啦，这封后大典可是一辈子就一次的事儿，这可不能怠慢了呀。原来是册封大典啊！娘娘，您的眼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挑剔了？以前奴婢挑的东西，没有一样不是您可心的。难怪以前张鹏鹏不受宠啊，就是因为你这个设计师啊，品味太 low。绿篱，不是我眼光高，是因为你啊，是彻彻底底的女人审美，你根本就不知道男人喜欢什么。你看啊。这只就比你刚刚挑的那只好看，简单而不失大方，优雅而不失身份，重要的是，还带着一点点的骚气。骚气？宝贝儿啊！你给我设计的这款发型简直是又长了一个头啊！你这是让我变异的节奏啊！娘娘，什么是变异的节奏啊？外面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我怎么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少女思春的味道？啊！九王，给娘娘请安。你怎么来了？这只最配你，优雅大方，极具韵味。九王殿下，方才我们娘娘选的也是这一只。因为这是我们男人的品味。九王，你还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啊！你的那些粉丝们又被你迷倒了吧？娘娘就不要拿我取笑了。此次我来是因为皇上命我负责封后大典之事，我便来看一看。刚才送来的这些东西，娘娘可还满意？满意？你的眼光我最满意了。